6月27號，家人用蔡瀾嘅帳號發佈咗佢去世嘅噩耗，表示蔡瀾喺6月25號喺親友陪同下於香港養和醫院安詳離世，遵從先生意願，為免叨擾親朋，不設任何儀式。遺體已經火化，喺度感謝各位對蔡瀾先生嘅關懷啦。其實喺證實之前呢，香港藝人邵音音就已經發文表達咗對蔡瀾嘅不捨同懷念嘅。文中特登提到咧，成晚話題都離唔開蔡瀾，仲有永別、懷念、不捨嘅字樣。關於蔡瀾係因何種疾病離世，家屬並冇透露，經紀人亦都冇對外表態。不過據早前嘅港媒透露，蔡瀾嘅身體係屬於有多種老年疾病，所以佢離世亦都係因為老年疾病嘅困擾，最終無奈離開。咁早喺今年嘅4月咧，佢就因為疾病已經送醫院搶救啦。當時咧佢係喺 ICU 裏面進行治療啦。咁治病一段時間之後咧，又轉到咗深切治療部留醫觀察。喺蔡瀾臨終之前呢，佢係同屋企人呢一齊住喺香港嘅酒店式公寓裏邊休養身體。期間蔡瀾仲曾經露面見朋友，不過從當時朋友發出嚟嘅相睇上去，蔡瀾嘅面同腳都已經浮腫嚴重。朋友喺媒體上公布到公寓探望蔡瀾嘅相。咁當時咧，博主講到咧蔡瀾先生嘅豪宅啦，飲佢嘅30萬普york，添咗幾本圖書之後咧，蔡生仲送我禮物，呢個印有佛嘅布袋，簽上食神之名都唔捨得用啦。畫面之中嘅蔡瀾狀態已經大不如以前啦，但係見到有朋友到訪，佢嘅精神頭仲係唔錯嘅，尤其是出院之後，佢喺治療康復咗一段時間，可以同朋友見面啦。想必呢個亦都係老先生最中意嘅一件事情。蔡瀾生前好客，中意同各種人打交道。雖然佢膝下無兒無女，但已經閱盡人世繁華，係一個瀟灑嘅美男子。蔡瀾活成咗好多年輕人中意嘅樣，佢真係好通透喎。蔡瀾係香港著名嘅4大才子之一，同金庸等人並列。如今隨住蔡瀾離世，香港4大才子最後一位在世嘅，亦都離開咗。蔡瀾呢，亦都係著名作家、美食家、電影監製。當監製出咗《龍兄虎弟》咁樣嘅大爆片，捧出咗成龍等嘅影星。當美食家亦都做咗《舌尖上嘅中國》總顧問。可以話83歲嘅佢一生瀟灑，活得自由坦蕩，無兒無女。但係隨住妻子、細佬同埋身邊好友接連去世，蔡瀾嘅身體亦都係每況愈下。其實喺4月份，港媒就爆料話蔡瀾病危進 ICU， 引發軒然大波。隨後佢嘅助理同埋本人全平台連發數文澄清。蔡瀾助理發文稱蔡瀾正喺度康復，一切安好，將用法律手段懲戒造謠博流量嘅無底線行為。助理仲透露蔡瀾身體只係小毛病，並唔係特別嚴重喎。相關嘅回應蔡瀾均轉發支持，而蔡瀾本人亦都單獨發文回應謠言，感謝大家關心佢嘅健康，但冇到病危嘅程度，令大家唔好擔心。可見佢本人嘅心態仲係保持得好好。但呢個並唔等於蔡瀾嘅身體仲有忙碌自媒體嘅功夫。喺呢個之前，蔡瀾忙住拍短視頻同網友積極互動，但係喺4月29號之後停更咗。對於老人家而言，唔係一個積極信號。至少說明佢嘅身體已經無法支撐佢更新自媒體嘅，而只要留意蔡瀾自媒體賬號，就唔難發現佢分享嘅自己嘅老年生活，成為咗好多網友羨慕嘅晚年。喺妻子去世之後，佢將一啲珍藏品送人，搬離咗舊家，租住咗酒店嘅海景房套房。有消息話咧，佢聘用咗8人團隊照顧生活，每個月咧開銷50萬嘅，有秘書、助理、醫生、護士、司機、管家等被安排得穩穩當當。呢個可能亦都係蔡瀾4月澄清聲明，點解會出現秘書同助理等嘅人物稱呼。蔡瀾呢大半年嘅近照基本都係輪椅。而佢嘅腿腳喺2年前就已經唔係幾好，當時着急扶摔到嘅妻子跌傷，之後做咗大手術恢復。
前後亦都花費咗1年嘅時間呢，喺一啲偶遇中呢，亦都能夠睇出佢站立或者走動艱難，上落車需要人手扶。喺金庸等好友去世之後，蔡瀾將生死睇得好淡，曾經表示希望不知不覺嘅走，喺最新嘅自存活過中，咁亦都分享咗自己嘅人生嘅態度，活過便可以毫無保留嘅面對一切。飛機遇險時可以雲淡風輕嘅品酒，唔會好似年輕嘅外國人一樣驚訝生死，所以書名取活過，翻喺蔡瀾嘅社交賬號。佢最後露面呢係喺3月21號嘅，咁當時咧佢仲喺度直播嘅，咁但係直播嘅時候佢咧睇上去十分疲倦，精神狀態唔係太好啦。蔡瀾咧最後動態咧係喺微博上邊轉發咗助理為自己去世闢謠嘅內容，可惜冇諗到距離呢個時間先過咗1個幾月。蔡瀾真係就離開咗人世，真係令人太唏噓啦。蔡瀾嘅細佬蔡軒喺今年3月啱過世，冇諗到先過咗3個月，蔡瀾也都跟隨細佬離開咗。佢哋兄弟喺天堂相聚咗。蔡瀾離世嘅消息公布之後，眾星發文悼念佢。陳發容寫道：尊敬嘅蔡生一路走好。舒淇發出雙手合十嘅表情包悼念蔡生。楊迪晒出同蔡瀾嘅合照悼念蔡瀾，回憶喺13年前錄製美食節目嘅美好時光，以及蔡瀾嘅思想帶俾佢嘅影響。蔡瀾離世之後，佢喺報章嘅文章仍然有刊登，佢嘅專欄草草不工，每逢星期1、3、5、6刊登。今日嘅文章題目為《吃魚記憶》。文章裏面蔡瀾提到最近總係回憶細個時候嘅事情。蔡瀾去世之後，佢創立嘅品牌蔡瀾點心公開咗蔡瀾喺2023年底託付嘅一封信，囑託喺佢離世之後先至能夠發表。蔡瀾喺文中自述係個愛食之人，受邀後以平靚正為理念開餐廳，價格親民，擺盤精緻，味道上乘。因難遇能夠嚴格貫徹呢3點嘅投資者，佢多年嚟對擴張餐飲版圖一直謹慎。最終黃力嘉與李品希夫婦熱忱同專業態度打動咗佢，促成合作，創立2大品牌。經過充分籌備，目前2品牌分店已逾100家，運營步入正軌。蔡瀾對團隊充滿信心，相信佢哋會持續維護品牌聲譽，未來將繼續秉持初心，同更多人分享地道美味。可見蔡瀾喺生前就已經做好去世後嘅對產業點樣處理嘅打算啦。蔡瀾曾經坦言，年輕嘅時候傾過61個女友，但係婚後卻從未出軌，同太太相濡以沫。對於選擇唔生育，蔡瀾曾經回應話，覺得自己冇長大，照顧唔到細路仔，並且多次表示唔中意細路仔，非常有自己嘅個性與堅持，而且並唔後悔。喺香港4大才子中，蔡瀾係活得最肆意通透嗰個。蔡瀾1941年生於新加坡嘅潮州後裔，用一生詮釋咗何為活過。少年時期，蔡瀾喺戰火紛飛嘅南洋長大，推窗便係遊樂場嘅喧囂，電影院成咗佢嘅精神避難所。14歲嘅時候，佢喺南洋商報發表影評《瘋人院》嘅時候，已經能夠憑劇情估出片名，獲封電影字典。邵氏電影公司嘅門房成咗佢電影生涯嘅起點，從駐日經理到製作總監，佢見證咗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嘅風雲變幻。蔡瀾嘅人生哲學咧，藏喺煙火氣裏面，佢能夠將佘璨英雄傳嘅24橋明月夜還原成火腿蒸豆腐，照住袁枚嘅文言文咧復刻古代宴席，喺阿姆斯特丹用蔥油餅配香檳，創造無與倫比嘅快樂。金庸讚佢酒色財氣都通達，倪匡初見便贈佢少年子弟江湖老嘅閒章，當同齡人開始養生。佢仍堅持每日15分鐘走到菜場同小販們討價還價，都話菜市場係城市嘅魂魄，命運嘅轉折嚟得猝不及防。2年前妻子意外離世，佢摔傷入院，出院之後毅然賣掉舊居，將古董家具盡數送人，只帶存咗10餘年嘅茶餅搬進維港酒店。面對生死，佢展現出驚人嘅豁達，雇8名保姆照料起居，喺浴缸入邊倒椰花酒泡掌。大朝早嘅飲烈酒，自稱巴黎時間。呢位自稱買菜男子嘅老人，將後事安排得如佢嘅人生咁灑脫。飛機顛簸嘅時候，人哋緊揸扶手，佢讀着小說卡，靈堂寒意中別人悲戚。佢惦記衣衫單薄，正如佢復原嘅嗰道古菜。人生呢一枱宴席，佢食得淋漓盡致。如今蔡瀾安詳離世，
咁就祝福老先生一路走好啦。